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我嘅龍獅團平日咧都係為啲客戶助興，喺舞龍舞獅當中咧操辦各種嘅儀式，好似入伙啊、開業、BB 百日宴、婚禮同埋壽宴等等。喺2026年嘅父親節，我終於能夠夙願得償，親自為女兒 Rhythm 同埋女婿 Jobo 嘅新居入伙搞啲入伙嘅儀式，並且咧係舞獅慶賀。個女咧就送翻個父親節嘅大蛋糕俾我，真係好感動，多謝。嗰日咁啱咧，亦都係夏至啊，係一年當中咧日照最長嘅一日，期盼咧女兒同埋女婿嘅日子，亦都係能夠長久而美好，家庭和睦同埋身體健康。